喺日常生活方面，我哋都可以睇到唔同關於科學嘅問題。我哋今次嘅實驗係俾整梳芙梨呢個甜品而啟發嘅。咁梳芙梨係一啲蛋白打發組混合空氣形成嘅蛋白泡甜品，有一個好大嘅重點，即係蛋白泡佢唔可以等，因為如果我哋等得太耐嘅話，空氣會流失，然後個泡就會塌咗，佢出嚟嘅成品呢就會冇咁靚。所以我哋今次嘅實驗呢係想睇下蛋黃同糖整梳芙梨呢個材料會點樣影響到蛋白嘅穩定性。我嘅材料有3個蛋白、半個蛋黃、20克嘅糖，用具有電動打蛋器。點解要用電動打蛋器啊？係因為咗確保實驗嘅一致性。因為如果我哋用人手打嘅時候，我哋冇辦法可以保證到每一下打嘅力度或者打入去個空氣嘅程度係點樣。我哋都需要用乾淨嘅容器。我哋嘅容器一定要絕對乾淨，因為如果有水或者油或者唔乾淨嘅話，會影響到蛋白泡打發出嚟嘅效果。A part 即係蛋白，B part 即係蛋白加糖，而 C part 即係蛋白加蛋黃。首先將 A part 即係蛋白打發3分鐘，然後倒入乾淨嘅容器，計時分別1分鐘、5分鐘、10分鐘、15分鐘同埋20分鐘。蛋白泡流失嘅液體作出記錄。而 B part 即係蛋白加10克糖，先打發1分鐘，然後再加10克糖，打發2分鐘，而分別計時1分鐘、5分鐘、10分鐘、15分鐘同埋20分鐘。蛋白泡流失的液體作出記錄。最後將 C part 即係蛋黃加蛋白打發3分鐘，然後倒入乾淨嘅容器，計時分別1分鐘、5分鐘、10分鐘同埋20分鐘。蛋白泡流失嘅液體作出記錄。以下就係實驗結果。點解實驗同預算中唔同？我哋實驗嘅時候資料搜集咗，預計加咗糖會更加穩定。其實我覺得喺實驗入邊有幾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例如蛋白加糖入邊，我一開始就喺蛋白入邊加咗10克糖，就係因為我加咗太多糖，而導致結果呢就係冇預期中咁好。所以我嘅改善方法係改變加糖嘅時機，同埋唔好加太多糖。第二個問題就係倒蛋白，我喺實驗入邊由碗倒入膠樽嘅蛋白會流出嚟，而導致個結果同預期中唔同。所以我嘅改善方法係用較大嘅容器，而避免將啲蛋白流出嚟。而第三個問題就係我喺實驗入邊一打開個蓋，會有太多泡泡流出嚟，從而影響到我嘅實驗結果。所以我嘅改善方法係利用牛油紙嚟隔開泡泡，避免影響到最終結果。